回皇上，没错，就是他。皇上，那个铜匣子找到了吗？当然找到了，肯定是你这个小迷糊，觉得这个铜匣精致漂亮，就把它顺回来了，是吧？我从来都没有见过这么大一笔财富，所以顺了一些回来。龙小弟不会怪我吧？不会的。哎呀，还好啊，这个铜匣子已经找到了，而且啊，没有被太皇太后知道，要不然啊，朕都不知道怎么保你了。哇，这个铜匣好漂亮啊！不对啊，这个铜匣子虽然是跟鳌拜府的一模一样，但是我做了个记号，这不是我从鳌拜府中拿过来的那个呀。是谁敢在我之前把铜匣子换了？难道是朱哥哥？朱哥哥真是太聪明了。老大，你在想什么呢？我在想，如果这个匣子里面全都是前明的藏宝图，那龙小弟你就发大财了。老大呀，老大，你还真是个小财迷啊！这藏宝图固然重要，但里边的那些反清复明的逆贼名单，对朕来说才是最重要的。朕还要拿着这个铜匣去见鳌拜。老大，你就先好好养着啊。好。神仙保佑，神仙保佑！千万别让鳌拜看出来那个匣子被人调包了，不然我就完蛋了！神仙保佑，神仙保佑！罪臣鳌拜，拜见皇上。凭什么？谢皇上。鳌拜，你瞧瞧，这个铜匣，是否就是之前你私自从国库里拿的那个？回皇上，没错，就是他。皇上，这铜匣子为什么会在李欢的手中？难道仅仅是因为他贪财，凑巧被他给取走了？罪臣的府上有太多值钱的金银珠宝，为什么他偏偏选上这个？皇上，您不觉得有些可疑吗？蹉跎，奴才在。之前你和奕欢一起去查抄鳌府的时候，奕欢是怎么得到这个铜匣子的？可有什么异样？回皇上的话，当时鳌拜府已经查抄完毕了，可奴才并没有发现大补丸的解药。奴才正在着急的时候，手下来报说，发现了一间密室。瞧见没有？这个地方机关重重啊，里面不知道藏了多少宝贝。都过了1个时辰了，世叔姑娘，你到底行不行啊？哎呀，别催我了。就是说，恐怕我们的手是真的保不住了。是啊，能不能不要这么绝望啊？我有种预感，我很快就能打开，很快。真的假的？行不行啊？都过了1个时辰了，还没打开吗？我打开了，我打开了。这个密室的门连工匠都打不开，奕欢居然能打得开。皇上，这李奕欢来历不明，行迹可疑。皇上，世叔姑娘说了，她当时在鳌拜府期间，曾经看到过鳌拜打开那间密室，所以她记住了手法，才能打开那间密室。而且世叔姑娘也是前后鼓捣了差不多有1个时辰，才打开了那间密室。奕欢之前跑江湖的时候是个小贼，会一些旁门左道的技艺，也不奇怪吧？是啊。跟着，我们就进了这间密室。哎，世叔姑娘，没想到啊，这鳌拜老贼的密室里，珠宝多的比皇宫里还多。可不嘛。大人，要不然这样，咱俩呢先挑点，剩下的入账，您觉得呢？
和世叔姑娘一起办案，真的是太开心了。这样，您那边，我这边，怎么样？行动。哎，世叔姑娘，你这就挑好了？啊，当然了。再多挑点嘛！啊？不了不了，我挑的已经够多了。索大人，您再接着挑点呗。皇上，派奴才去查抄鳌拜府，奴才却借机中饱私囊，真是罪该万死，请皇上恕罪。行了，起来吧。谁不知道查抄鳌府是一个大肥差啊？朕之所以派你去查抄鳌府，就是为了对你之前的功劳进行赏赐。只是你需要懂得分寸，不要过分即可。这，奴才明白了，多谢皇上。那照你这么说的话，易欢他只是随意挑了2样珠宝。是，世叔姑娘将一尊玉观音还有一些珠宝，连同这个匣子，装在一个大箱子里就带走了。她可能看到这个匣子造型独特，所以顺手就拿走了。女孩子嘛，除了挑一些贵重值钱的，她会挑一些稀奇古怪、有趣的东西拿走。她倒一直是这么一副大大咧咧、贪玩贪钱的样子。皇上，如果您是这么想，那罪臣也无话可说了。鳌拜，你说李氏兄妹是钱明的余孽，他们接近朕是为了得到这个铜匣，那他们都已经得手了，为何不就此远走高飞？而且朕之前去永乐斋拿这个铜匣的时候，他们为何也毫不在意？皇上，刚才李易欢突然头疾发作，一时想要独自回永乐斋，一时又要李太医过来问诊，说不定他是故意装病，想利用这个时间去转移这匣子，只是阴差阳错没得逞罢了。不对，易欢不是装病，刚才回到永乐斋的时候还晕倒了，朕能看得出来，那绝非伪装。那皇上这样认为，就算是罪臣多疑了吧？什么？铜匣不是被你调包的？我哪有时间调包啊？而且我根本就不知道鳌拜已经知道铜匣的存在，并且还告诉了康熙。那铜匣会被谁调包呢？难道是康熙啊？不可能是他，他也是突然听鳌拜提起铜匣，连铜匣的样子都没见过，怎么可能来得及伪造一个赝品呢？那个赝品伪造的极为精致，几乎可以以假乱真。我想鳌拜多半没有看出来那个铜匣被调包了，不然康熙肯定会对我兴师问罪的。小师妹，你如何认出铜匣被调包了？是这样的，那个铜匣上不是雕着一条龙吗？龙上面有一颗珍珠，我见那颗珍珠长得特别可爱，我就上去撬啊撬，结果上面就留下了一道很浅很浅的痕迹。真是胡闹！万一不小心触动了机关，那铜匣里的宝藏图和名册就被您给毁了。我知道了。皇上，据探子汇报，这铜匣子是崇祯皇帝请了能工巧匠精心打造的，须得用3把金钥匙同时插入这3个锁孔，方能打开。这3把金钥匙却1把都不可，否则就会触动机关。里面的藏宝图和反清联盟的名单都将损毁。那这3把金钥匙现在在何处？一把在南明册封的晋王李定国手中，传言这李定国10多年前就战死在沙场上，那把金钥匙也不知所踪。据探子密报，这李定国实际上并没死，并且一直暗中在领导着反清复明联盟。一把在台湾郑经的手中，最后一把金钥匙在永历帝的身上。
而永历帝多年前被吴三桂绞杀，所以这把金钥匙有可能就在吴三桂的手中。所以，之前你以朝廷的名义下旨，让吴三桂送回永历帝的遗物，就是为了得到那把金钥匙。没错，眼下这吴三桂已派庶子吴应奇护送这些遗物入京。如果这批遗物中有这把金钥匙，说明吴三桂他并不知晓内情；如果这批遗物当中没有这把金钥匙，则说明吴三桂不仅知道内情，而且私下藏匿了金钥匙，必定是起了反叛之心。鳌拜，你能将如此重大的秘密交代于朕，说明你已有了悔罪之心。好了，你先退下吧，朕会让索额图送你回府的。谢皇上不杀之恩。索额图，老夫有一事相求。哎，中堂大人言重了，您可是三朝元老，国之重臣，索额图哪里担当起一个求字啊？老夫以前虽是令尊索尼大人的政敌，可如今你正受皇上恩宠，风光无限，老夫却已落到这步田地了。还望索大人不要再记恨老夫了。中堂大人言重了，天意难测，也许中堂大人早晚有东山再起之日，这也未可知啊。嗨，你就不要再说这种话来挤兑老夫了。老夫今日所求之事，并非是为了一己私利，而是为了我大清的江山呐。哦，为了大清的江山社稷，这么重要的事情，敖大人为什么不刚才当着皇上的面把话说清楚呢？反而要跑到这儿对着我索额图私相授受。皇上哪儿还听得见老夫的话呢？索大人，请务必盯紧李太医和李易欢兄妹二人。哎呀，我说中堂大人，您还是省省吧，别老想着去报复李氏兄妹了啊！你，哎，索大人，老夫真的不是为了报复。眼下皇上正在迷恋李易欢，听不进去老夫的话。老夫越想越觉得李氏兄妹二人来历不明，身份可疑。待老夫回到府上，定会发动自己手下的情报网去暗中调查他们兄妹二人，但这需要一段时间。在未调查清楚之前，还望索大人能够多加提防他们兄妹二人才是。哎呀，我说中堂大人，你是不是在天牢里关了这么几天，给关傻了？你难道不知道吗？他们李氏兄妹现在是皇上眼中的大红人，你竟然挑唆我索额图，去帮着你对付李氏兄妹，我会傻到帮你去逆龙鳞吗？